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光纖輪拯救光纖嘅時候啦。又係你個仆街仔！今次嘅拯救 case 相當特別，喺我哋到達案發現場之前，佢埲牆已經鑿開咗幾個窿，呢度仲有呢度，仲有呢度，條喉都唔放過。不過最後都係宣告傷重不治，冇得救。我哋接手後，發現呢度仲有心跳。果然，解開塊木板之後，已經見到個疑似山口嘅物體。鑿開啲水泥，見到份報紙，我都幾肯定呢個就係被活埋多年嘅主位。事關裝修師傅填窿嘅手法，並唔中意用乒乓波或者高爾夫球，最中意係用報紙或者膠袋。見到光啦，意味住呢個就係真正嘅主位。話說我已經預先喺走廊穿咗支 cam 入屋，支 cam 個車頭燈係會發光嘅。喺呢度見到光，意味住條喉已經可以直通出去啦。條穿線帶成功由出邊穿到入屋，再穿到電視機後邊，終於可以光纖入屋啦。有咩想講啊？非常感謝師傅，冇佢都搞唔掂。話晒我都一擊即中啦，講多兩句支持下。其實就正一定要揾布夾。光纖輪嚟緊都會同大家分享更多嘅案例，下集見。